銅鑼灣核心商業地帶，鄰近時代廣場同港鐵站出口，商場、甲級寫字樓同高端零售匯聚，全天候人流不絕，聚集大量上班族、旅客同埋消費力強勁嘅客群。位於銅鑼灣核心地段嘅霎東街51號，一幢7層高商業樓宇，現時罕有整幢放售。物業由地下商鋪以及1樓至5樓寫字樓組成，兼顧零售、自用辦公同收租投資需要。物業總建築面積約4593平方尺，單層約600幾平方尺，間隔實用。無論分層持有或者整幢營運，都同樣具備彈性。批約年期由1881年起計，為期999年，現以現狀形式出售，部分樓層交吉，部分連租約，買家可即時享有租金回報，同時保留未來重組、加值同升值空間。歡迎投資者及自用買家查詢。